什么时候佛陀讲什么道理哦。所以我们现在看的三藏十二部经，各位姐姐就是这样子来的，有没有厉害？哦，三藏十二部经有多大，你知道吗？大概从那边排到这边，整部经这么多，你用10年的时间要把它看完，还真的不容易。10年哦，你都看不完哦，三藏十二部经哦。我们现在看的《金刚经》是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哦，所以你看厉害吧？哦，所以他到底记了多少东西啊？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弘扬期。好，各位姐姐，我们现在就弘扬期要转到白羊期进去了，还没有转进去。所以我们现在叫做五位交替，50跟未时要交接的时候了，可是还没有交接进去哦。所以后者跟各位讲，后者看那个禅宗这一本书，禅宗看过吗？小小的一本书而已，它里面记载的很好。他说我们现在的人三藏佛都刚开始的，我们这一批就是白羊期的先锋。然后只要你这辈有求道哦，有求道就好哦，各位姐姐。即使你没有来修道，没有亲口，没有拜德，还是没有做什么坏事，这样就好哦。你是下辈子白羊期的人种啊，就是三江龙华社会那时候来的人都是善良的人，没有诈骗集团的，没有那个怎么样，没有那个坏蛋，也没有坏人啊，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就是所以你可以成为白羊期的人种。然后呢，你跟新的有来修道，有亲口了。可是呢，你功德不够也不要紧，你是未来的白羊期的神。我们现在在拜那个神妈祖啦、王爷啦、法身大力士，就是我们现在的神所以你就可以当白羊期的什么神了呢？你就会坐在那个工作上呢，所有人朝拜呢会显现。所以这张椅子你要坐得稳不然以后你要当神坐不稳你会跌下来就不好了，对不对？好，如果你有求道，又有亲口，又有功德那功德圆满够浅显，恭喜你了。那时候呢，你就什么白羊期的仙佛了。所以那时候你来批训的时候，吾乃小温也你看看。这个是禅宗讲的啦，或者我是按照他的理来讲，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看的仙果就是上一世他们的也是他们修成正果，然后到现在成为仙果，成为生命，成为我们人类的嘛，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现在叫五位交替，还没有转过，所以7月份就是普渡的普各位姐姐来未时就是8月份，各位现在我们8月份叫做什么？中秋节、通秋节就是团圆嘛，对不对？好，你这一期呢有在怎么样？有参加办道、求道、亲果，然后有在普度众生，参加这一次参草普渡，在推广道的人，各位姐姐，你以后到未时的时候，100岁之后就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老母娘会合，这个叫做团圆。因为我们是孩子，老母娘是妈妈，所以我们的孩子要回家看妈妈，所以中秋节就是回天饺子，跟老母娘团圆如果你这一次都没有参加，也怎么样不闻不问的话，没有热心推广，还是说没有大方主导各前的无功无德，你回不了的，知道吗？所以切记切记什么？好家在我这届有求道。好家在我有请客，好家在我有做工书，好家在我来帮忙推广道路，还好。我再跟你讲，好家在是好话，敢不知真的所以这个好话要继续讲还好我们都有一起人大帮助到，我们100岁之后通通可以每天饺子怎么样跟老母团圆，所以就中秋节团圆。来了，这个时候会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办一场龙华盛会？什么叫龙华盛会？以前弘扬期、前阳期都有办盛会，这一期就是白羊期要办一次龙华盛会。什么人来主持？弥勒子师在渡红尘来到人世间办这一场大会。各位姐姐，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好像没有什么信心好，我一定来，对不对？来看这次龙华盛会到底是长得怎么样？到时候坐下小问题你有来的所以你有来的怎么你有来大家都有来那好，不要说糟糕了，怎么没有3只小猫来然后就麻烦了。
所以那个叫做什么龙华生会，还8月份，然后到9月份就生死的时候，人就开始怎么样昧了。不要说那个时候啊，现在人就开始昧了啦。各位学姐，你没有发现现在人情人很奇怪？男生不娶老婆，女生不要嫁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